哎呀，起来喝！各位你好了，来喝。各位你来，张嘴，各位来看，张嘴，各位。住手！问你们谁啊？把你的脏手拿开！我还就不拿了，我就。哎，别动！你们先别动！哎，别动！干嘛你啊？啊！别动！告诉没有人！别动！别动！没事了，大家都来了。你怎么我老实点。怎么才来呀？没事，跟着他。别动了！哎，干嘛？你在干嘛？你别录像！拍的就是你，混蛋！我跟你说，别录像行了。滚出去！滚出去！误会大哥！东东，别动！别动！别动！你们是星宇的对吧？我告诉你们，我要在这圈子混一天，你就不要想混出来。东东，我也是这个圈子的，我怎么不认识你啊？刘志奇，我跟你说，兄弟，绝对是误会，大家都喝了点酒，是误会，兄弟，真的，你别激动。误会？我告诉你，你要是再敢碰我的朋友，我就让你在这个圈子混不下去。兄弟，我真的喝多了，兄弟，你别激动。走。哎，误会，兄弟。出了这么大的矛盾，我以为你们再也不理我了。我们怎么会不理你啊？女孩子在一起哪有不吵架的？我们不会记仇的。曲世月，对不起，昨天我讲话确实是有点过分了。但昨天那不是在气头上的吗？况且我们天天怼来怼去的，你不也没什么事儿吗？怎么今天就这么冲动了呢？我这不是想证明我的实力吗？对不起大家，我不该赌气，跑去和他们喝酒，害你们担心了，对不起大家。没事的，曲曲，你长得好看又有实力，你不需要通过这种方向任何人证明，你知道吗？你说了那么狠的话，对不起。因为之前你们说米总是我爸爸，还送了大家那么多礼物，让你们特别开心，我就觉得有这样一个爸爸，真好。我就一不小心上头了。没事了，曲曲。谁都有虚荣心一下上头的时候，我们说开了就好了嘛，啊，别哭了。好了好了，曲世月，今天的事儿到这儿我们就过去了，以后谁也不提，我们还是好姐妹。你以后有什么事儿，你说出来，大家一起帮你解决。对，我们还是好姐妹。好，我们还是一个小团体，我们还是好姐妹。别哭了，好了好了。曲世月，以后遇到什么事情，一定要告诉大家，跟我们多沟通，大家都在呢。对啊，我们都在。对，我们都在。只要我还有一口气儿，我就绝对不会让你受到伤害。打了那么多电话，你怎么不接呀？我
之前一直在写剧本，没有看到手机。不过邱之韵，你能不能以后不要去那么乱七八糟的地方？现在都什么时候了，你怎么还教育我呀？因为我心疼。今天你电话里面说我不敢说出那句话吗？那我现在就告诉你，诗诗，我喜欢你。以后只要你给我打电话，我会第一时间出现在你面前，保护你。这是你说的。我说的，我保证。头好痛。你醒了？你快点去洗个澡吧，你都臭死了，一身酒气。早餐来啦，大家快来吃早餐啦！快点！我这次可算受了教训了，我以后再也不这样了。给，昨天谢谢你们。你昨天也不算是完全没有收获的。什么收获啊？昨天呢，不仅你有收获，我们呐也有收获。我们就是不小心拍了一张照片，不小心的哦，给你看看。哎呀，恭喜曲诗韵喜提男朋友，恭喜！烦死了！哎，你俩这刚在一起，没想过去哪儿约会啊？我们这才刚在一起，哪想这些？不然这样吧，我们不是也快毕业了，叫上男生，我们小团体来个毕业旅行，怎么样？我觉得可以。我也同意，可以换换心情。我建议欧洲10日游，怎么样？想多了吧？你们倒是等我洗碗了再下呀。到目的地啦！啊，同志们，这里也太适合拍照了吧！哇，快，给我拍张快！哎，这地方挺不错啊。对啊，不过我们马上就要毕业联排了，这次旅行结束，估计就没时间出来玩。所以我们才要更加珍惜这次机会。哎，棒棒哒。你们好，欢迎来到法曼庄园，请问哪位是张应勇先生？我是。请跟我来办理一下入住手续吧。好。哎，大家把身份证交给我一下，我去办入住。哎，这边，那你多好学生气啊！你别把它做坏。那个，跟大家说个事儿啊，房间开好了，但是只有4间，3间大床，1间标间。你不是订了8间房吗？搞什么鬼啊！
我确实是用咱们8个人的信息订的房，但是谁知道他们系统自动分房了，2两一间，而且今天是周末，其他的房间都预订满了，所以就只有这4间房了。要2两一间倒是可以，那怎么分成？对啊，这系统怎么分的？其实我觉得这个系统分的还挺合理的。你看啊，程明和右之奇一间，艾米和魏峰一间，是不是挺合理？张玉勇，找死啊！张勇，你故意的吧？你是不是被他们绑架了？我发誓，这绝对是天意，就是系统安排的。我觉得系统分的挺合理的呀，对吧，魏峰？那这么说，是我跟屈之韵一间。你想得美！你想什么呢？人家屈世韵跟方雅丽是一间，咱们俩一间，我去勉为其难一下啊。那我还不如跟屈世韵住一间。我不要。那这样吧，我们4个女生住标间，然后3张大床房你们自己分吧。啊，可以，我觉得怎么可以，我没问题啊。哎，把房卡给我们，我们先上去了。哦，那房卡，嘿，走吧，走吧，走吧。喂，陈明，你真的不考虑一下吗？我不要。那个，哎，大艺术家，有个事儿，你帮我合计合计，该怎么办呗？拜托了。说。哎呀，哎呀，哎，你说咱们大学4年都没在一起睡过，今天晚上咱们把这2张床合并成1张，让咱们4个抱着睡。这不毕业大戏马上结束了吗？之后我们也没有这样的机会了吧？哎，大柱，我们好不容易开心的出来旅行，现在可不是煽情的事。我还记得你大1的时候，把我们整个宿舍布置成一个粉红色的样子，吓死了！我现在想我都还惊恐。我那天晚上做了1个晚上的噩梦。大柱，我这可叫艺术，对，艺术。你们继续艺术吧，我先走了啊。哎，你去哪儿？我说跟你们一间房，我又没说跟你们一块睡。你们这几个小时别跟我联系。艾米啊，你可真是重色轻友啊！对呀，程明，我告诉你，你别说我，一会儿右之奇就来找你。走了。哎，看，刚说完别人，自己信息就来了。果然是他。那我先走了啊，出去一下，去吧。区，就剩下咱俩了。不会是丁东东找你吧？哎呀，要去，不过你要和我一起去。我去干嘛？哎呀，你别管了，你跟我走就对了啊！我去干嘛？好山，好水，好风景，成败在此一举。你要努力争取。行，到时候我就。可我还是有点紧张。你都努力这么长时间了，是时候给自己一个交代。那我具体应该怎么做呢？看，地儿已经给你拾掇好了，人儿一会儿就到，事儿就是这么个事儿。你问我怎么办，你自己看着办。加油！加油！艾米，你来啦？魏峰老师是打算让我在门口罚站吗？怎么会呢？快进来。哦，你这房间还挺大的嘛。对啊，我们房间还挺舒服的。你们房间呢？怎么样？就是有点挤。你心跳怎么这么快？有吗？
觉得好像跟平时的速度是一样的。你确定吗？我不确定。找我干嘛？我听说山上有座庙，我们可以去看看。庙有什么可看的？求子啊？啊？哦，还可以求事业、求风水、求姻缘。你这庙这么万能呢？那当然，千年古刹嘛。千年古刹，我怎么没听说过这附近有座千年古刹？哎呀，我反正就觉得最近几年可能都不太顺，我就想过去拜拜，这样我也可以求我的无处可逃，可以大卖；毕业大戏呢可以顺利。那好，我叫他们一起去。哎，我们2个就够了，心诚则灵嘛。走。你这领的都是什么地儿啊？这像是有什么千年古刹的地方吗？哎呀，人家就是想和你散散步嘛。哎，你看，那是什么？那走吧。走，咱们俩过去看看。牛牛牛牛牛。哎，你看是不是？你是不是那个叫尤之奇，对不对？您还认识尤之奇呢？您是他粉丝？哎，我不是什么粉丝，我女儿特别喜欢他，家里贴满了他的海报。刚才一看，跟海报上长得一模一样。哎，是尤之奇吧？哦，没错没错。哎呀，太好了，终于接到活的了。可惜啊，我女儿去学校了，她要是在家，不知道多开心呢。哎，对了，尤之奇，你们去我们的牛场参观我们的牛呗？我想你这大明星啊，肯定没见过牛，走，体验体验生活。哎，那好吧，走吧。我跟你们说啊，我们牛喝的可都是山泉水，吃的是海鲜磨成的粉，还有大棉草。你别小看这大棉草啊，里面含有丰富的氨基酸、维生素，所以呀，我们的牛肉生产出来的和别的地方不一样，特别的细腻爽口。日本不是有什么和牛吗？我们这儿也有海鲜霸王牛。哎，对了，你们住在什么地方啊？哦，我们住在旁边的度假村。哦，那个度假村是吗？哎，我可太熟悉了。他们那儿吃的牛肉都是我们工厂供应的。哦，等一会儿你们走的时候，我送你们几箱牛肉。不用了，谢谢。哎，不用客气，谁叫我女儿是你的粉丝呢？哦，对了，大明星，一会儿到前面跟我们的牛合张影，我发给我女儿。啊？合张影吧，大明星，走走走。走吧，走吧。哎，笑啊，大明星笑一个。那你们慢走啊。谢谢。以后常来玩。好。慢走啊！哎。在我心里，你是真实存在，不是虚无缥缈，也不是浮于表面，而是存于我灵魂之中，让我为之火热、疯狂、甘愿追随的。哎，不行吧？这话从我嘴里说出来，他肯定以为我抄的。这话本来就是我抄的，天下文章一大抄，抄点情话怎么了？那这种场合说抄的话，不合适吧？你要相信你自己啊，兄弟！叮咚咚，展影！他们在这干嘛？上去，我相信你兄弟，加油！行，加油！嗨，你们在这干嘛呢？张英找你有事情。张影，人家你在干嘛？哎，走走走，快一点！张勇，他
他们说你有话跟我说啊？雅丽，我想对你说，其实你在我心里不是真实存在的，不对，是真实存在的，但其实是浮于表面，不是浮于表面，是存在另雅丽，我就想和你说，我喜欢你。我不会像丁东东他说那么文艺的话，也不会懂北野武和黑泽明，但我可以向湖水发誓，我是真心诚意的喜欢你。所以，你愿意做我的女朋友吗？张一勇，我等你这句话这么久，你就在一个破棚子里，冒着这么大的风，拿了一束假的玫瑰花，跟我告白啊？对不起，因为现在我条件有限，我只能做到这些。但是我可以向你保证，我以后会尽我所能的弥补你，而且以后的事情，我全都听你的，行吗？那你以后好好对我哦。那你这算是答应我了吗？我有女朋友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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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也太浪漫了吧！你居然自己藏了玫瑰花，哇塞！丁东东，啊，你给我表白的时候就没有玫瑰花啊？你上来就亲了我了，一点情调都没有。但是你直接亲的我好吗？我不管，就是你先亲的我，我要玫瑰花，快点，我要玫瑰花，玫瑰花，玫瑰花。那我直接把张一勇的那个给你调过来，你先用着。我才不要呢，那是别人的玫瑰花，我就要我自己的玫瑰花。你给我买玫瑰花，玫瑰花，玫瑰花。他们，今天真的非常感谢大家，千言万语都在酒里了。来，谢谢大家，我敬大家。谢谢。张勇，那你这个目标完成了，接下来要干什么？那接下来当然是帮助我们家雅丽一起排毕业大戏啦。我们大家一起努力啦，一起完成我们的毕业大戏。对。我问你们，你们毕业了之后想干什么？我呢，当然是继续演戏，争取成为国内的一线女星。徐诗远，就凭你这4年一直不停的在演跑龙套，我觉得你一定能成功的。艾米，你呢？米总那边你怎么打算？反正它影响不了我的生活。我和魏峰以后还是会一起当老师的。可以。哎，我告诉大家啊，现在魏峰不仅仅是一个老师，又多了一个身份——电影投资人。魏老板。那个勇于尝试，对啊，我跟你们说，魏峰投资的电影，这是我们家岳志喜拍的电影。等到这部电影上映的时候，咱们大家一起去看。那就祝我们的佑哥重回流量巅峰，电影大卖，还有祝我们的魏老板赚得盆满钵满。来，干杯！大家好，很开心大家今天能够来到我们无处可逃的内部看片会。首先，我谨代表制片方感谢各位同仁对本片的大力支持与厚爱。这部影片呢是一部小众的文艺片，所以我们在拍摄当中呢遇到了很多的困难和挫折，但是呢庆幸的是有了各位的支持，我们努力的扛过来了。这部戏一定大卖。悠悠，这右志奇的演技啊，还真是突飞猛进的进步呀！这次恐怕他获奖都让他拿得手发软啊。是啊，
以后你们有了柚之奇这个招牌，我看谁还敢说流量无用。哥，那以后是不是该有机会合作了呀？那是必须的。这还是头一次有影视剧关注的 PTSD 这个问题，非常有想法。这柚之奇这次又演绎的这么精彩，后生可畏。您过奖了。非常好，这部戏一定会大火，你可要请客啊！借你吉言，必须请。好，那就等你的好消息啊！咱们先出去看一下。好，你们聊啊。来，我送你们想我去会好。悠悠啊，这导演柚之奇的演技啊，那是真不错。也是这部电影成就柚之奇，改天请您吃饭。那必须的。对了，有个事儿我得拜托给你，正好呢，我在筹备一部新戏，到时候你可得把柚之奇的档期留给我哦。没问题。不过导演，这次能有片酬吗？这个事儿我好好跟方制片商量一下，应该没有问题。一言为定。一言为定。来干！你少喝点，就你那点小酒量。哎，我现在酒量不错，我这样的杯子，我至少还能喝2杯。我看你是2杯倒吧。哎，魏峰，我从来都没有见你喝多过。哎，你要不然今天喝多一次给我看看吧。哎，对我也没看过。大家是不是都没看过魏峰学长喝醉啊？是不是？是不是？是？你们这帮人这看热闹不怕事儿大。对啊，那咱们就给魏峰学长上酒呗。哎，啊，那我去拿吧，我收拾的，我知道在哪儿。程明，你真的是变坏了。嗨，对不住啦，魏峰，我陪你一起。好呀，就靠你了。多拿一点，他今天必须喝多。哎，2个人一起去，还回来吗？不一定，2个人一起去。玩什么？哎，快点吃点，来再吃点，这么好吃。来。想不到法曼庄园还有这么浪漫的地方。你在这儿等我，我下去拿。你一个人搬得动吗？搬得动。你在这儿等我。程明，怎么了？程明，程明，程明，你没事吧？没事。你怎么下来了？程明，我觉得我以后再也不会怕黑了。小祖宗，我真是服了你了！我一晚上都没睡好，你居然还有精神出来练成功，真是一只活泼的小兔子。我说昨天晚上睡觉房间怎么那么空呢？原来某人昨晚过得挺滋润呢。滋润个鬼啊！他昨天晚上睡觉的时候都在念台词，害我一晚上都没睡好。叮咚咚。你怎么黑眼圈这么重啊？你昨天晚上跟张艺勇干嘛了？别跟我提张艺勇，昨天晚上把我踹下去3次，
我刚上床他就把我踹下去，刚上床就把我踹下去，后半夜像个八爪鱼一样，身上长了吸盘，你知道吗？扒着我不放。你还笑？我来告诉你，他昨天晚上跟我说什么？说什么？梦里说，雅丽是我一辈子都想追求的人，追求的女神。有飞机，我一辈子都要爱。说什么呢？你呀，说你呀。来，拿着。啊，谢谢。吃好啊。我应该的。雅丽，这个是我特地为你准备的早餐。谢谢。咋？ Hello。昨天说好的4个人一起住呢，结果昨晚就剩2个人。你们昨天干嘛去了？你昨晚上干嘛去了？你看他们这个样子，还能干嘛去？哦，我们走吧，回房。你们看无处可逃了吗？我想知道凶手是谁。冲着右之吉哥走进来。我刚刚就在查凶手是谁。凶手肯定不是那个摄影师，谁会把证据放在自己家里啊？凶手啊，肯定是杜川自己。不可能是杜川，看没看过原著啊？我没看过原著，我也觉得像杜川啊。如果是施害者，他不可能那么哀伤的呀。哎，好了，走吧。走了。陈明，右之琪现在演的《无处可逃》这么火，热度那么高，看来他当初的选择是正确的。说明演员还真的是应该选一个好戏。他那个时候在剧组吃了很多苦，他都挺过来了。说实话，我还是挺为他骄傲的。这部戏能证明他自己，这才是最重要的。毕业大戏马上就要来了，你男朋友要越来越忙喽。哎呀，你是这部电影投资人的女朋友，那就是老板娘了。哎，以后多照顾照顾我们家岳之琪啊。那就要看看他的女朋友要怎么样做了。您请，来，我扶您。叮咚咚叫我们来说要宣布一件重要的事情，我们都到了，他怎么还没到？大牌总是最后一个出场的嘛。程明，你怎么还在看剧本啊？你说你是喝水也在看剧本，吃饭也在看剧本，连上厕所都在看剧本，你是不是魔怔？毕竟是毕业大戏嘛，我肯定就要好好揣摩一下剧本。但是你又不是女主，这不就几句台词吗？怎么说话的？知不知道为什么星爷可以叫喜剧之王？那是因为不管几句台词，他都可以做到让人难忘。学着点。程明，我简直是对你刮目相看。芳芳，你怎么了？你是不是要当女一号压力太大了？是，我现在一睁眼就觉得好焦虑。我不想因为我个人的原因影响我们班毕业大戏的进度和成败。我都不叫方雅丽了，我叫方雅丽。哎，果然啊，女主角不是那么好当的。雅丽，我觉得你真的不用有那么大的压力。你看，你的舞蹈在我们班是最好的，我们相信你，你可以的。可是有些同学大学4年，这是最后的舞台了，我不想因为我的原因影响大家。我一想到这儿，我都要崩溃了。依我说吧，要是气氛平均点就好了。你说大家辛辛苦苦4年，不就是为了个毕业大戏吗？哎，有些人连2句话都说不上，怎么啦？人家不配啊？我觉得你说的确实有道理。我第一次那么认同你的意见。异性色见猎头。同学们，有个新的消息要告诉你，我们的毕业大戏剧本改了。其实呢，在我们的毕业旅行之前就有了初步的想法，要重新写剧本，因为我觉得每个人都应该是毕业大戏的主角。然后在火锅宴上，我又更加的肯定了这个想法。我重新根据每个人不同的特点，重新编排了剧本，每个人独立成段，而且刚刚跟老师们沟通过，也确定了。所以从明天开始，我们要重新按照新的剧本排练，每个人都将会是毕业大戏的主角。果然你在等我，我的梦想成真了。不过方雅丽，你是我们班舞蹈第1名，所以这次你是 C 位。好。6、7、8，1、2、3，停。雅丽啊，
你现在的状态完全不对。今天为什么要单独给你加练？因为你是 C 位，你的演出决定了毕业大戏的成败。我们调整一下状态，再来一遍，好不好？好，来，预备，5、6、7、8，1、2、3、4、5、6、7、8，停。亚丽，你现在给我的状态是游离的，你整个人是精神恍惚的。你再这么下去的话，会耽误整个排练的进度。明天就要预演了，你这样是肯定不行的。叮咚咚，哎，你帮我看着他一下，一定要注意啊！我刚说的那几点问题。放心吧，老师。缓一下脑子，休息一下，等会儿多练几遍自己，好不好？嗯。喂，方雅丽，你怎么一直不接电话呀？我在排练。我怎么听说你们毕业大戏女主角没有了？有没有这回事啊？没了。这么大的事儿，你怎么不和我说呀？是不是你表现不好，所以才弄成这样的？不是我的原因。方雅丽，你现在是女主角被人拿掉了，你还不承认？我在亲戚朋友面前可都说了，毕业大戏你是女主角。现在到了关键时刻，你给我掉链子，你让我怎么去收场啊？我都说了，不是我的原因。你现在怎么是这个态度了啊？当初你爸爸让你去海马，你不去，非说要去排什么啊毕业大戏。现在倒好，你爸爸是钱也花了，人也得罪了啊，你就拿这个成绩来回报我们呀？啊？哎，你让我的面子往哪儿搁呀？面子，从小到大你俩就知道面子，到底是我重要还是面子重要？哎，方雅丽。芳芳，陈明，我觉得我真的不会呀。今天的事儿我听叮咚咚说了，刚才去剧场找你，看见你不在，就想着你肯定在这附近。你一直表现得很好，只是今天你给自己的压力太大了，所以才会这样。待会儿你回去什么都不要想，好好睡一觉就好了。陈明，你不明白，我真的很没有信心。你这大学4年一直表现得特别好，你必须要相信自己可以。陈明，好了。我觉得我真的做不好，我现在跳的也不好，唱的也不好，怕我做的不好。你一直特别棒，知道吗？你要相信你自己可以，放轻松啊。是这样吧？对。亚丽，
你怎么了？张一勇，我还是好紧张。错了，来，重新走一遍。你看着我，这只是一次彩排，没关系的，放轻松，放轻松，放轻松啊！你可以的。怎么了？看你脸色不太好。是吗？我还是好紧张。跳舞我都可以很自信，可是，一到唱歌，我觉得我不适合这个 C 位。芳芳，你要相信自己，你是最棒的。紧张是正常的，紧张呢是对舞台的敬畏。再来一遍。别说你了，上舞台的话我也紧张。教你个小技巧。站在台上的时候呢，不用看台下，就当是在练习室，把它演好就行了。佑哥说的没错，我们大家都相信你，一定可以的。深呼吸。这调不对。哎，等一下，那这个是从这个。我进来。叮咚咚，刀老师好。怎么样了？基本上都 OK 了。行，如果没有问题的话，随时可以开始啊。好。同学们，我们现在都撤离舞台，准备最后一次预演。好，加油！好，知道了。加油，雅丽，我在下面为你加油，加油！好。都准备好了？可以。各部门老师，我们从头到尾走一遍彩排，从方雅丽开始。灯光熄，灯起。你这大学4年一直表现得特别好，你必须要相信自己可以。紧张是正常的，紧张呢是对舞台的敬畏。果然呀，你的体质不是那么好的。你现在状态完全雅丽，我们相信你，你可以的。你的演出决定了毕业大戏的成败。我怎么听说你们毕业大戏女主角没有了？再不下去会耽误路上又要排练节。这么大的事儿，你怎么不和我说呀？是不是你表现不好，所以才弄成这样？你是要相信自己可以。我相信你，可以的。医生，他怎么样了？病人是因为血糖过低加上压力过大，精神高度紧张导致的昏倒。以后切记不要过度的劳累啊。谢谢医生。不客气。那咱们先出去吧，让芳芳休息一会儿。我在这儿陪她。你们先别走，我有事儿跟大家说。首先要跟大家说抱歉，毕业大戏原本是一个集体的事儿，因为我的原因，这次联排不能顺利进行，对不起大家。没事的啊，没事，不怪你。过2天没关系的，真的没关系。你的舞蹈成绩是班里的第1名，大家都相信你，你要相信你自己。相信自己。第1名，又是第1名。小时候，我想学跳舞，学芭蕾，我妈不同意，她说，要是你能考班里第1，我就让你学。所以我拼了命的学习。后来我考了年级第1，可我妈还是不同意。她和我爸从我出生起就安排好了我的人生。我要出国学金融，要回来打理家里的事业。那然后呢？后来，芭蕾舞老师带着我回了家，跟我妈说，我天生就是跳芭蕾的，我一定会成功的。我求我妈，我跟她说，要是答应我学跳舞，我以后次次考年级第1，我一定成为最优秀的舞者。
芳芳，我本来以为我很惨，没想到你也不容易。大家每个人都很不容易。挺好的，能跟你们说这些，但是我还有一个决定要告诉大家。我决定放弃毕业大戏的压轴。雅丽，真的要这样吗？芳芳，你冷静点。对啊，你别冲动。你想清楚了吗？嗯。芳芳的这种压力，我特别明白。这种感觉在大二的舞台上我也体会过。我也试过，一个人在舞台上的压迫感的确让人窒息。像方雅丽这种情况，你有想过去重新争取吗？你想过吗？可是我知道你在纠结什么，但是不渴望压轴出场的程明，就不是我认识的程明了。我知道你为毕业大戏付出了多少，放弃了什么。我当然想压轴出场，但是我不得不承认，上一次竞选，我确实不如芳芳。舞台上的情况什么都会出现，但舞台承认、努力和自信。的确，舞台是最公平的了。程明，我们的目标都是一致的，那就是完美的呈现一场毕业大戏。这个剧本源于我们自己的故事，这个毕业大戏的舞台也属于我们每个人。我刚到宿舍，哎，怎么还在这儿？方雅丽回来了？没有，还得再住一晚。我帮他拿点东西过去，怕他一个人太无聊了。模范男友。方雅丽情绪好点了吗？放心，会好起来的。嗯，那我就先走了，他还在医院等我呢。嗯。啊啊！你在想什么呢？其实我挺羡慕程明的，他妈妈刚开始也反对，但经过程明4年的努力，阿姨也支持他的决定。而我妈，无论我怎么反抗，她永远不会放弃控制我的人生。没关系的，你一定可以靠你自己走出属于你的人生。可是我越来越不确定，你说我该怎么办？别担心，我相信你很勇敢，一定可以迈出这一步的。而且，努力过所有的一切，一定会有所回报的。好了，不想了，你好好休息，先睡一觉吧。说不定睡醒了之后，愿望就实现了呢。乖，你躺下吧，慢点。睡吧。日出又日落，深处在深处。
买了这么多，这下你满意了吧？好吧，站在你今天让我满意的份上，那我就请你吃好吃的吧。是什么？我现在没什么钱了，不过可以随便请你吃点小吃。好呀，那就随便吃点呗。丁东东，你现在成为导演了，以后在你的电影里能不能给我安排个角色呀？这样我好有钱请你吃大餐。我会在自己的电影里给你安排合适的角色，我一定会努力成为一名非常优秀的导演。你也一定要努力成为一名非常优秀的女演员。这样我们以后在电影圈都会有自己的一席之地。以后去颁奖典礼，主持人就会说：“有请著名导演丁东东以及他的夫人著名演员屈世玉上台领奖。”我们一定要幸福，一定会幸福。你会一直是我心目当中的女主角。是不是很傻？是你太爱舞台了。我带着梦想来到了星宇，就是为了站在这个舞台。这4年，我每天都很努力的练功，一天都没有懈怠过。可是现在马上就要毕业了，马上就要离开这儿，离开学校了。以后会有更大的舞台的。可是我舍不得。你要是舍不得的话，我以后就经常多陪你来看看。程明，你知道我以前最怕什么吗？什么？就是登台前的那一段路，黑暗、狭窄、拥挤。我每一次经过的时候，都感觉要窒息了。直到在我心中有了你，你就成了我生命中最重要的光。我在日本治病的时候，药物的副作用很大，在我最痛苦的时候，我是靠思念你才坚持下来的。程明，你是我最爱的人，无论你以后去哪儿，我都陪着你；无论你想做什么，我都支持你。你以后上的每一个舞台，我都会在台下看着你，就像今天这样。卸下的防备，被你着迷在梦境，忘记呼吸，是你的美丽。I love you, so love you, I need you， 为你执着向前走，不回头，那防备一直在身后。曾对你执着的念头，穿透眼眸，最后是我义无反顾的理由。It's okay。曾偷偷抚摸你衣袖，思绪游走，对你的爱已经无法掩盖，爱依然享受 my heart。生活没有彩排，人生也没有彩排，总会有些时候满心期待，换来的却是失望或者不体谅。环顾四周，似乎只有你自己不断的努力，但好像还是看不见希望，甚至一度认为没有人比你更加的不如意了。渐渐的，
你会开始不自信、不勇敢，开始怀疑自己。而每当这个时候，我总会很庆幸，有你们陪在我的身边。谢谢你们，温暖了我的青春。曾对你执着的念头穿透眼眸，最后是我义无反顾的理由。It's okay， 我就去了，你去拍吧。哎呀，拍吧！来，快来，这后面我们一起拍照。来，大家都看这里啊，准备好，来。刀老师今天帅不帅？帅！非常好，再来一张，来，刀老师要不要更帅？要！拍的特别好，特别自然，一定有你们喜欢的。哎呀，那必须的，大家今天都是真情流露啊，对不对？对。真没想到啊，时间过得太快了，4年的时间一晃就过去了。哎呀，是啊，刀老师，我们会常回学校看你的。对啊，老师，我们一定会常回学校看你的。好，那我就在学校等着你们。好。行，那你们先玩吧，我还有别的事儿，我先去了啊。早点再见，拜拜。来，我们来，给我们拍一张呗，快过来拍一张。你的手机好用，你的，给我们拍一张，要拍的很好看啊，快点，快点。哎，丽丽。你怎么来了？我又做错什么了？丽丽，妈妈找你们老师沟通过了，这毕业大戏的事儿是妈妈错怪你了。这些天妈妈也想过了，你看你从小到大这么些年来，妈妈给你的压力实在是太大了，对你的要求呢也太多了，真的是让你受了不少的委屈，都是妈妈的错。你能原谅妈妈吗？妈，你别这么说。从今以后啊，妈妈再也不逼你了啊。妈，其实我有一件事儿还没和你说。你不演 C 位的事儿啊，我都知道了。不演就不演吧，没关系的，只要你开心就好了啊。说的不是这件事儿。其实我通过英国皇家芭蕾舞团的初试了。你说什么？我通过英国皇家芭蕾舞团的初试了吗？真的是太好了，丽丽，你是最棒的。来，咱拍张照片吧，啊，大好的日子。再拍一张。周元，哟，来了。你说约我就约我吧，约到这个地方干什么？好歹你也是个大明星啊，保护客户的隐私也是我们医生应该做的。来，这是你的最新的检查结果，恭喜你，你已经完全康复了。作为你的主治医师呢，我的论文也即将在《柳叶刀》上发表了。恭喜你，咱们以后也不用再见面了。不再见面？你想什么呢？你可是我的专车司机啊！谁是你的专车司机啊？你这臭小子！哎，尤姐，感觉还不错啊。你看，咱们佑哥真棒。那还用说？有人说，能站在灯火辉煌的舞台上的人都是天才。天才是什么？我不知道。我只知道，我跟绝大多数人都一样，是一个平平无奇的普通人。但是我的梦想是做一名优秀的音乐剧演员。我希望我自己可以站在全世界最大的舞台上唱歌。我也一直在为我的梦想努力拼搏奋斗着。
我身边的人跟我一样，他们从一个剧组到另一个剧组，认真的演着每一个龙套角色。他们每天练舞，跳烂了一双又一双的芭蕾舞鞋。4年，我们就是这样过来的。我们凭借着热爱、努力、坚持，一步一步的走到现在。直到今天，我才明白，天才真正的意义是什么？那就是1%的天赋，加上99%的拼搏和汗水。也许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并不出众，但是请你们记住，你们在这个世界上都是独一无二的存在。请努力的去追梦吧，我们的明天一定会更加美好。在川流人海，孤独的歌唱，一定会有人轻轻鼓了掌。在静谧深渊，看万物生长。我知道漫长的蛰伏都为明天。无所畏惧未来或当下，未来的永恒或瞬间，把梦想搭建成灯塔，照亮前行方向。勇气是我成长永恒的力量，未来在望，我会光芒万丈。Brothers be mad about nothing, yet they never ever say something. Or they pissed about something, yet they still won't say nothing. Yet they still won't say nothing. Or they pissed about something, yet they never ever say something. Brothers be mad about nothing. First time, I'm proud of my selfish decisions. Couple people did me dirty, but I'm clean. Ain't even mad proof, karma is a B. We all do bad things, when it comes back it bites hard. You just skim through it, you ain't really with it. Find one trend, send to a friend, miss the next drop, then switch up on your own top 10. Then have another favorite artist by the week. You drop this. 在无尽黑夜看群星绽放，未曾想我会成为什么样。在逆风航向，让倔强的帆穿越了冒险的旅程，乘风破浪。无所畏惧未来或当下，
梦想是永恒的烟花，夜晚最迷人的宝藏，流星即将登场，勇气是我成长永恒的力量，未来在望，我会光芒万丈。梦想是永恒的烟花，夜晚最迷人的宝藏，流星即将登场，勇气是我成长永恒的力量，未来在望，我会光芒万丈。梦想是永恒的烟花，夜晚最迷人的宝藏，流星即将登场，勇气是我成长永恒的力量，未来在望，我会光芒万丈。喂，妈。月月，怎么啦？之前的事情，是我不对，我不该冲你们发脾气的，对不起啊。月月啊，都怪我和你爸没本事，这些年苦了你了。妈，是我不对，我知道你们把我养大不容易，而且也都是为了我嘛。你们辛苦了。傻孩子，我们就你这么一个女儿，不为了你，为了谁呀？月月，你给我们寄回来的钱啊，我和你爸都给你存着呢。妈其实不是想和你要钱，妈只是担心你，怕你乱花。啊，我知道了。而且那钱本来寄给你们就是让你们享福的呀。你们就花，我可以挣的。我们有你就是最大的福气了。月月，你也多和同学们出去玩，别担心我和你爸，知道吗？好了好了，妈不和你说了，记着妈说的话，要开开心心的啊。好啊，你去吧。啦啦啦啦啦啦！这儿呢。开心。艾米，你们来啦！我和叔叔祝贺你演出成功。哦，谢谢你们。艾米，你们真的是太棒了！看到你们演出的时候，我想起了自己年轻的时候做毕业大戏。
那个时候和你们一样，没日没夜的探讨剧本、排练，就是为了在这个舞台上不留遗憾。你们做到了。那当然，我们可是最棒的。为你鼓掌。对，应该鼓掌，因为你们都是最棒的。既然你已经承认了这个事情，那我就有个事儿要问你了。我们成名在望的影视化版本到底什么时候启动啊？对啊，就在演出结束的时候，公司的项目部门一致通过，成名在望这个项目已经启动了。太好了！另外，我有个消息想告诉你们。我准备在成名在望的影视作品中留一个重要的角色给屈时运。哎，那屈时运知道了一定会特别开心的。我现在就要去告诉他们了。成名！我做到了，终于做到了。妈，阿姨好。妈，回家我跟你讲。阿姨，你放心，我一定会对成名好的。妈，怎么着？什么时候上家里，让你叔叔给你做顿好吃的？还得挑个日子是不是啊？哦，不，我什么时候都可以。谢谢妈。谢谢妈。瞎说什么呢？好的，阿姨。提前演练一下也不是不可以。妈，走了。妈妈拜拜。妈妈拜拜。你叫什么呢？你们刚刚自己说的，提前演练一下。屈日月，有个好消息要告诉你，想不想听啊？什么好消息啊？我哪有什么好消息啊？你可听好了，成名在望的影视化正式启动了。真的吗？而且你是重要角色哦，特意给你安排的。怎么不说话呢？哎。干嘛呢？开心傻了？太好了，我的付出终于有回报了。怎么还哭了呢？哎，好了，哎呦，哎呀，我终于等到认可了。来个杯！成明，从你开始。我们每一个人都说一句对未来自己的话吧，就当做是毕业纪念。说什么？关于梦想？天哪，你都说了4年的梦想了，我们都快会背了好吗？对啊，换一个吧。好。未来的社会人成名，你好，生活的辛不辛苦啊？累不累啊？希望呢，你以后可以做一个善良正直的人，也希望你可以保持你的锋芒和坚持。最后，希望你不要成为自己讨厌的那种人。这段说的不错，可以的。老优，整2句。有志奇，你要对刚刚说话的那个女孩好，不要辜负她，不能让她在生活上辛苦，听到没有？听到了。哎呀，你是不是想结婚啊？你们明天去民政局吧。结婚。
结婚！其他我要巧克力了。阿米，你这么想结婚，你呢？你好，魏夫人。你现在有一个有钱的老公，又有一个有钱的老爸，你还需要梦想吗？哎呀，需要，受不了，受不了！过分了，这位女士过分了。对，太过分了。你没有。你不配。谁说的？我可是有一个有潜力股的男朋友，是不是？你没有。他才是真的有潜力股。哎，该说不说，我确实是从一条咸鱼进化成了一只潜力股。不过呢，我以后的梦想不光是做一个圈内的王牌经纪人，最重要的是我要做我们家雅丽背后的男人。现在是，未来也是。风雅丽女，您作何感想？我要成为最真实的自己。可以，加油！加油！那我要大红大紫！加油！大红大紫！兄弟姐妹们，既然话都说到这儿了，那么今天的这顿散伙饭就由东东来请客。行啊。哎，这怎么能叫散伙饭呢？我们以后大家还可以经常聚聚啊。但是以后呢，不要光只是吃吃喝喝，也可以切磋下艺术，是不是？就是，怎么可以说散伙呢？怪我，跟东东在一起待了4年，我都不会说话了。呸！那咱们这杯就敬我们永不散伙的青春。来，大家一起举杯！干杯！友谊万岁！我们曾经终日游荡在故乡的青山上，我们也曾历经孤行，到处奔波流浪。有一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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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啦，在川流人海，孤独的歌唱，一定会有人轻轻鼓了掌。在静谧深渊，看万物生长。我知道漫长的蛰伏都为明天，无所畏惧未来或当下，未来的永恒或瞬间，把梦想搭建成灯塔，照亮前行方向。勇气是我成长永恒的力量，未来在望，我会光芒万丈。我感觉好不真实啊！我们准备了4年的毕业大戏就这样结束了，感觉好像做梦一样。没关系，还有更好的未来在等着你呢。是的。哎，对了，同志们，我要给你们看样东西。什么东西啊？你能有什么好？是我收拾东西的时候翻到的。哎，赶紧！这是叮咚咚之前洗出来的，我一直忘给大家了，真好。嘿，秋明，你那个时候好稚嫩，而且还就是外码期的。谁说的？你是不是这几年瞒着我们去测了美白啊？别看了。哎呀，我再看看你们的。哎，这里有一张。芳芳，你真的太好看了，怪不得张艺勇那个时候那么喜欢你。嘿，这是艾米，你那个时候戴个帽子，像不像个假小子呀？
也不知道魏峰当时怎么看上他的呢？有句话说得好，只要锄头挥得好，没有挖不到墙角。果然还是依旧我最美。得了吧，你肯定是让叮咚咚单独给你加了美颜滤镜吧？怎么可能？我这可是纯天然的，好不好？唉，这一晃4年就过去了。不知道以后还有没有机会可以一起坐在这儿聊天？当然可以呀。我在，你也在，他肯定是跟着叮咚咚，对吧？曲时月 ？No No No， 是哪有戏我去哪，我可是未来的以后预定。Nice。那芳芳呢？什么呀？什么呀？选上了！天哪，我们的天鹅公主终于要飞向更远、更辽阔的地方去了，加油！真好。那以后我们4年大家都要开开心心的，各自为王。对，各自为王，走向巅峰。起床了，排练了。完了，要迟到了。排什么练呀？毕业大戏都演完了，我们毕业了。对啊，毕业了。啊，芳芳都走了。走了？啊？困死我了。我亲爱的姐妹们，当你们读到这封信的时候，我已经离开了。原谅我的不告而别，但去英国的飞机即将起飞，我将要参加皇家芭蕾舞团的最后一道面试。回想我们4年一起走过的日子，欢笑，泪水，我们收获了最珍贵的友谊和爱情。我经常会想起星空下，我们在操场上吃着烤串，聊着未来和梦想的夜晚。你们陪我走过了人生很多重要的时刻，给了我前所未有的勇气。陈明，你知道吗？每次看到元气满满的你，都让我觉得生活有无限的机会，再多的困难都一定会过去的。爱你，302，永远的小太阳。你的自信和热情感染了我们每一个人，还有区区小公主。这个世界上没有你不敢说的话和不敢怼的人。你对演戏的坚持和热爱，让我从心底敬佩你。但今天是我们分别的日子，也是我踏上梦想征程的重要日子。未来即使身处异国他乡，我也会想象你们依然陪伴在我身旁。我会勇敢的、热爱的一直跳下去，跳出去。希望未来的日子你们安好，爱你们的芳芳。大明，你别哭了，搞得我都哭了。不是以后都见不到了，可是我还没跟芳芳说再见呢。他就是不想和我们说再见，才自己走掉。好了，别哭了，不是说好了吗？毕业不要搞得那么凄凄惨惨的，反正大家以后见面的机会还很多呀。我一直以为我们4个人会一直在一起，4年了，我都习惯了。但是芳芳现在一走，我真的有一种离别的感觉。
这4年，不管是开心的时候，还是我们激烈争吵的时候，芳芳都是一直默默地陪在我们身边。没想到，她是我们4个第一个有勇气走出去开始新的旅程的人。我们也要打起精神来，开始新的生活了。我也不会放弃的，我们都会实现各自的梦想的，加油！不要不懂事了，结果没有如果，我应该认清了，我不害怕你走了，却只怕它不够好呢，还怎么的4年过得好快啊，一眨眼就过去了。4年前，我们几个人在这空荡荡的宿舍相聚，说出自己的梦想。大明星你好，我是你的同班同学兼室友，我叫张勇。太神啊！叮咚咚，叮咚咚。你说想要做成一个导演，4年后，你写了一个剧本，这个剧本现在拍成了电影，也拿到了投资，你离变成导演还差1步啦。张勇，4年前只说你没有梦想，然后梦想变成了追到女神，你也成功了。幼稚期啊，幼稚期，你可真是幼稚之期，最会无理取闹的你。梦想是做自己最开心的事情，谁知道你会踏上一条演员的路。恭喜我们508宿舍4年终于过去了，谢谢大家的相遇，谢谢我遇见你们。曾对你执着的念头穿透眼眸，最后是我义无反顾的理由。It's okay， 曾偷偷抚摸你衣袖，思绪游走，对你的爱已经无法掩盖，还依然享受 My heart。我会怀念这大学4年的时光的。我可不想说什么离别的话，我现在特别能理解芳芳为什么会不告而别。哎，你们等等我！你干嘛呢？那么慢？我收拾东西呢。哎，陈明，给你看个东西啊。什么？有漆，还写在那么猥琐的地方。你在哪找到的？在你床底下。我一直以为它丢了。哎呦，看来这东西还跟你们有点故事呢。那是贼有故事，是吧？算了算了，走了走了，对方还约了我吃东西呢。哎，走了走了。等等我啊！回头见啊！程明，你快点儿！来啦！我的女孩长大啦。程明，你说我怎么会遇到你呢？遇到我不好吗？好，很好，特别好。我最近就在想，我要是没有遇到你，我应该还是那个活在自己的世界里面，孤独又怕黑的幼稚期吧。程明，谢谢你，是你给我带来了希望和光明。
刘志奇，我也要谢谢你。大学4年，你一直都在鼓励我，我也很开心，你可以出现在我身边。我是一个特别贪心的人，我想要的，并不是你的现在。人总是会变老的，我希望呢，当我老了以后，你还可以一直陪在我身边，我们永远不会分开，好吗？唉，那我可要好好考虑一下。程明，刘志奇，当我发现我自己喜欢上你的时候，其实我很害怕，因为你是刘志奇嘛，光芒万丈，而我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学生。我既希望你能喜欢上我，又害怕你喜欢我，所以不仅是为了我的梦想，更是为了有一天我可以真正的和你站在一起，我一刻都不敢停止努力。我没想到有一天我们真的在一起了。啊，我给你看个东西，把眼睛闭起来。什么东西啊？你先把眼睛闭上，把手伸出来。嗯。可以睁开了吗？可以了。哇，这是我们第一次遇见的那个玩偶啊！嗯。原来你没有把它丢掉。我也一直以为它找不到了，可是直到今天，它失而复得，就像梦一样，冥冥之中又被带了回来，就像第一次你被带到我身边。刘志奇，或许这就是别人所说的缘分吧。那我们就把这份缘分一起继续下去吧。4年的大学生活就这么结束了，在这里有过成功，有过失败，有过喜悦，有过悲伤，更多的是为了梦想的坚持。即将踏上新的旅程了，未来不管我们在哪里，都会为了新的希望努力。再见了，我的同学们，再见，我的大学。